只有粵語南方漢人先係守衛漢民族嘅中流砥柱，守衛南方兄弟民族嘅中流砥柱。戰爭係最好嘅試金石，能夠證明民心所向，證明國家嘅真正實力。面對冇辦法避免嘅戰爭，飛仔哥係100個支持，因為我哋粵語就係最有戰鬥力嘅語言。睇過之前飛仔哥嘅視頻都知道，粵語就係白話嘅現代稱呼，兩講白話就係粵語，而且粵語嘅稱呼聽落就更加有戰鬥力。比起普通話，粵語天生就有人民基因，所以我認為粵語更加能夠團結兩港人民、南方人民，甚至全國人民。飛仔哥無意冒犯北方人民，只係對某啲或民族長腳唔能夠體諒人民困難疾苦嘅管理者嘅簡稱。江山係人民嘅江山，對一啲冇人民意識嘅管理者批評兩句，係愛護佢哋，等佢哋可以尊重人民嘅意見，不斷越改越好，勇於進行自我改革，不斷進步。特別係希望嗰啲北方管理者、北方嘅平台唔好聽唔入人民嘅批評，喐啲就無緣無故永久封禁我哋草民嘅賬號同直播帶貨嘅權利。你哋呢種高高在上嘅北佬管理風格，對得住我哋辛辛苦苦揾兩餐嘅人民對你哋嘅信任咩？唔該，放低你嘅架子，聽下人民嘅心聲啦。因為戰爭已經迫在眉睫啦，你哋仲唔站喺人民嘅立場主動改革，以人民為本，真係要等戰爭爆發，你哋先識得尊重人民，解封嗰啲永久封禁嘅人民賬號，等人民可以揾兩餐咩？